来关心天气，讲到这未来一礼拜呢，会有3阵东北季风影响台湾。到时呢，这天气会黏咪寒、黏咪热，尤其是拜五、拜六受到南方风系影响，全台湾拢会落雨，而且愈暗雨势愈大。台北乌阴淡冷的天气，敢若随时会落雨。气象署指出，受到南方云系影响，各地云拢真高。拜五、拜六全台湾拢会落雨，而且雨会真大。气象署预估这波水汽爱落到礼拜才会渐渐离开，到时中南部就会开放好天。不过北部、东半部会继续落到后礼拜一。明天的话，预计在随着时间越晚的话，这个西半部地区降雨的几率会越来越提高，而且下雨的地方也会越来越多。到了周六的话，西半部的雨会慢慢的停下来。那到了周日之后的话，就会恢复成比较东北季风型的降雨形态。那周日这一天的话，东北季风会再度的增强，大台北地区跟宜兰地区还是会有一些短暂的降雨。气象署也提醒，未来会有2波东北季风影响台湾。第一波就是礼拜到后礼拜一，过来就是后礼拜三。到时温度会更较冷，有可能达到冷气团的级数。周日的话，东北季风会再度增强，而持续影响到周一。所以从周日到周一的话，在北部跟东北部的气温也会再度下降。周三跟周四的话，第2波东北季风再度增强，所以到时候北部、东北部的天气会再度的转凉。另外，气象署也提醒，这个拜六因为水汽有高，加上温度较低，台湾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，拢有机会落雪或者是结冰。民众若要去山顶，爱注意安全。记者戴阿选谢桂玲台北报道。